再来关心水情的消息。桃园的石门水库欠水率已经达到4成以下。水利署讲，桃园新竹水产保园啊，就伫要结束啊，所以用水的量应该袂遐尔上中。那农业部嘛表示，桃园即届有配合用鼻仔甲河川的水来引产，已经减用3成水库的水。淡水期靠春雨假期一半个月，石门水库工作人员赶紧伫方面接近的时阵，人工真好。不过入水量也是赶袂赴出水量，水位继续下降。17跳水率降到37.92%，那破4成。水情是毋是真紧张？北水分数表示，3月底农产完成补产，水位下降，有希望登湖。相对现在目前一天整田插秧140万吨的用水量会降到40万吨，会有很大的一个降低的一个情况。农业部表示，有风险性淡水期落雨较少，年初配合鼻塘渡水功能，先引用河川水源，也落实精准灌溉。整田灌溉期用水量虽然大，依然有生活水，尽可能让水先流伫水库。我们农业的用水，目前为止那我们已经节省了30%以上了。对于水库的出水来讲，它当然相对的也会负担就会比较少一点。水位继续降低，依然爱靠天公伯17暗时方面接近，加上华南分河区通过，水库是不是有雨水入来呢？下的雨量是有限的，所以如果要等到更多的雨势，可能要等到后面更接近梅雨期的那一段时间。原供应德科用水的宝山甲宝智水库，到17着水率伫4成左右。北水分数是表示，德科早就启动自主省水5到6%左右，新竹地区用水也算稳定，因为落雨依然存在无确定的因素，也是呼吁不管是产业也是民生，用水也是爱较省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